莫顾外来风爱意，非是哪来情啊？爱对来催爱河，黑尘哪来心啊？我起来苦爱梦，你不话来见啊，爱不要来讲爱神，爱面也来面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俺答应你就是，这钟翠河现在认定来位啊！太好了，我将伊安置在室内外最近的客栈，我了了去准备，托伊穿以后转来呀。行去吧，多谢父王。小姐，小姐呀，小姐，小姐，秋兰，嘛嘅事情啊？小姐，你看，嘛嘅人来咧，你马上来吞落去，你看。管家准备送花轿。
小姐，翠儿，你也用白银，你也用白银啊！我家小姐自从生产以后，一路奔波，根本无好好的休养，只求生病孤守。管家请太医啊！明珠，明珠，爱弟弟啊，陪你嘅世界冇結局咧，係愛你嘅。第三堂計掉嘅日子，共同生活嘅一切，係甜蜜，係快樂。很是幸福，因為你係我唯一嘅愛人啊，小姐。秋蘭，秋蘭，你聽得？你聽得我離開相逢，桃花一路上嘅所有嘅一切，難忘你，我做住無法度聽到了你。翠兒，大嘅眼睛。你莫夠再講啦，你要保重身體啊！明珠，是嗎？明珠，感謝你。係斷情相隔，我做咧，我只有一個要求，佢一定要好好照顧愛兒，又要好好照顧你自己啊，明珠。
最后今年啊，就同样送啊，门啊主。阿爸，阿爸吃饭。阿爸，阿爸，因為唔食飯，咩唔參嗌呢？啊，王孙，你的了。王公，你來了，做乜嘢呢？我有阿爸。王公，阿爸冇騙你，家家嫌太醫啦。唉，那係幾個騙，我也好啊，做就好咧。當年啊，我那係了解幾個想法，強強就愛2萬嘅比強咧。父親，我冇阿妹幾件動才高咧。難道連阿爸兒咩冇愛捱嘅？哎呀，小王子，
你唔是恨呢？自从王妃死了后，佢就神魂不停，从来就冇讲过一句话啊！是呀，王子虽然人还在世间，但是佢嘅心肝早就已經死嘅，也已經聽我嘅手指送出送歸。阿爸，恨你，真嘅恨你，你哋改变啥过了好吗？我懂想你的地方，你嘅自己爱意也已经生命状态，最后你急啲。我真嘅懂想你，明早，我弟弟啊，要非常嘅思念你呀。最后。风化了天，难相劝，岁月能判真命运，岁月能判真命